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我今仔日用一个足特别的题目，叫做《候鸟物语》。敢有人知影物语是啥物意思？故事，咱可能若有会晓日文的，可能就知影，迄个物语的意思就是故事，候鸟的故事。啊，我要讲啥？这只是啥？这住伫加拿大的，应该拢爱办才对啦。哦，加拿大雁嘛，对无？哦，这是加拿大雁，啊，这是网络顶悬的迄个照片哦，所以翕了加足水。那我翕的无法度像安尼遮水哦。敢有人知影是安怎加拿大雁要伫南北中间伫遐咧迁徙刷来刷去？是安怎要刷来刷去？真无咧刷，因为去互加拿大照顾了收好，所以无啥在刷，尤其是西岸哦，迄个太平洋这边的啊，无啥在刷哦，啊，可能是天气无够冷，也是有足侪因素。但是一开始加拿大雁伫即个中间，伊要爱迁徙的时，是因为气候。伊若是收冷落雪吼，啊，所以伊需要迁徙，啊，伊为着食食，啊，迄个食食有时啊是因为伊需要有食的物件。加拿大雁食啥？食草吼，食水草，啊是草吼，迄个公园顶悬的草，啊，所以若是落雪抗收济时，伊可能就无迄个草人食，所以伊爱耍。啊，搁一个真重要的就是，伊爱繁殖。哦，伊爱生卵，所以伊爱飞去较温暖的所在，然后伫迄个中间来生卵。啊，搁另外一个伊的迁徙，嘛是因为伊的本能，哦，他的本能，伊就会安尼迁徙。啊，伫即个迁徙的过程，当然有真侪的原因，嘛有真侪危险。啊，伫即个中间，啊，伊有足侪无共款的形态。但是基本上，这就是鸟仔伊会迁徙的原因甲理由。啊！你若甲看即张相片，这就是我翕的啦。哦，啊，这我翕的就无亲像头拄仔迄个相片遐尼水吼。但是你会当伫即个相片中间，会当看出有两只，看到亲像较大只的。哦，可能一公一母啦，因为我无去问伊啦。啊，剩的另外三只细只的吼，啊，就对伫边啊安尼。啊，所以啊，这看起来有点像一家人啦。哦，一家人。啊，这是因的迄个形态吼。啊。伊若迁徙的时，即个加拿大雁咧飞的时吼，伊拢呈啥物队形？乱七八糟队形吗？毋是吼。但是我要请问你哦，咱拢知影伊要飞的时会呈人字形，但是你敢捌看到伊咧飞的时是呈一字形的？敢捌？一字形的，你有看到无？一字形有无？有无？有看到无？真诶假呀？我拢看无，你看有？放一个较大点互你看，有看到一条虚线无？有看到。吼，有一个虚线，啊吼，翕即张相真正足闹气的，因为吼翕了，转来了，才发现镜头无清气，啊，所以镜头顶悬的迄个污点吼，太过的物件。比加拿大雁搁较大点，哦，啊，这真正是加拿大雁，啊，这张吼是我翕的，哦，有够难得吼，啊，对即个以前翕过的相片内底，竟然真正我找着讲有迄个一字形的，啊，这个一字形你有看到无？遮一个虚线，一条一直落来，哦，啊，一直落来，是安那有人字形，甲有一字形。我后来才知影，为着今仔日的圣经节，我才转去找，我较知影，原来人字形就是伊准备要迁徙，伊会摆迄个队形。我想咱足侪人拢知影，是为着要生力。有经验的飞头前，啊，若飞了忝啊，退落来后壁，换第二只有经验的去你补，啊，继续飞。啊，但是万一伊一群即个加拿大雁的内底吼，若有落单的呢，有弱的、飞袂去的、破病、艰苦的、对袂着的，
几只留落来陪伊。啊，因遐的有可能会对袂着，但是是安怎伫即款的情形内底，佫有出现即个一字形。你若看到即个一字形，表示即个人字形大概拢伫春秋啦，就是伊拄好要迁徙的时。啊，若一字形呢？短距离，基本上背一字形拢是短距离，无毋对。这实在是厉害，就是厉害吼。这翕鸟啊嘛，翕几档啊吼，安那看拢知影。我后来知影，一字形的是伊咧训练，伊咧训练较细只，还无法度，还无随时要飞，伊用即个一字形的队伍，然后训练因飞。所以伫迄个中间看到的差不多拢是较低度的。我想这是真特别的。加拿大雁是留鸟还是候鸟？加拿大雁是候鸟嘛，所以伊才会安尼耍。啊，候鸟啊，留鸟是啥物意思？留鸟一开始的意思吼，是伊就是即个地区的鸟啊，不需要迁徙，伊就是即个地区的鸟啊。啊，但是若是纬度较悬的，亲像加拿大，伊大部分都有较侪拢需要迁徙的，因为北边受冷，所以伊需要飞。啊，伊是候鸟，佫需要飞，就有夏候鸟、冬候鸟、过境鸟甲飘鸟。即个夏候鸟是用地点来看，就是伊是热天的时来，叫做夏候鸟。所以同一种鸟啊，拢是加拿大雁。伊敢有讲一定是夏候鸟、冬候鸟？无一定，迄就爱看你徛伫地看即只鸟啊。啊，你若是冬天来，所以即只鸟啊对你来讲就是夏候鸟。你若是冬天来，伊就是冬候鸟。啊，若是像台湾有啥物鸟会飞过？黑面琵鹭，黑面琵鹭会飞过，所以伊对台湾来讲就是过境鸟，伊无住伫遮，伊敢若飞过尔。啊，若乌鱼咧？这是鸟啊啦，但是嘛有乌鱼。台湾咧掠乌鱼，乌鱼是啥物？伊嘛是会迁徙的，只不过伊拄好经过台湾的时，拄好上肥上好食，所以掠起来做啥？乌鱼子。啊，若乌鱼子掠起来上价值，乌鱼掠起来上价值的是乌鱼子。啊，若乌鱼卖偌济？遮大尾乌鱼，若过去野生的3尾100头，但是真无啊。真差不多拢掠了，所以这是咱对环境的保护无够强。啊，若是即个飘鸟咧，迷路的，找袂到所在，飞袂转去，啊，全住伫遐。啊，若住伫遐住久了咧，全变做啥？全变留鸟。所以留鸟有2种的意思，第一种就是即种鸟啊，就是即个地区的鸟啊。第二种意思就是要飞转去，飞袂转去，也是无需要飞转去。啊，若上惨的吼，大概就是迄落加拿大即边遮啦，拢甲鸟啊照顾了伤好，所以吼才开始有鸟啊无啥爱飞啦。这是较特别的。啊，加拿大雁敢是加拿大的国鸟？毋是，加拿大的国鸟对遮。加拿大无国鸟，我查过啊。加拿大无国鸟，包括这个绿头鸭嘛毋是吼，拢总毋是。啊，本来有咧考虑迄个Great Jet，但是后来嘛毋是，因为伊是别个姓的神鸟啊，神鸟，所以伊就无国鸟。这是对咱生活顶悬会当看到遮个鸟啊，尤其是伫加拿大会当看到真好、真水，啊，搁真肥的加拿大雁。伊会伫迄个环境无共的所在伫遐飞来飞去。那安尼我要请问，你是对一种鸟啊？你是对一种鸟啊？你是留鸟吗？有可能真侪人拢定睛伫即个所在，住伫即个所在，检采后摆嘛选择即个所在，做伊人生的路轨。
啊，有的人是下候鸟，哦，若是遮温哥华若过去热天的时真水，所以真侪人客，逐个人的厝里拢住甲满，住甲甜，实在是爱收钱啊。哦，啊无吼，真忝。啊，若是热天来，叫做夏候鸟。哦，咱热天的时来到伫温哥华。啊，若是对于台湾来讲呢，足侪人是啥？冬候鸟，对无？因为冬天的时，全会飞转去台湾。啊，转去台湾看亲情，上介好的就是转去台湾过年，哇，拄啊好。啊，有的人是啥？过境鸟。哦，咱中间嘛真侪人吼，尤其是近啊，已经足侪朋友拢已经死过去啊吼，啊嘛有人转去台湾的。啊，有的是过境鸟，哇，遮一站遐一站吼，有时啊，迄个人伫迄个中间吼会飞，安尼亲像鸟仔飞来飞去。咱敢会记是，拄仔讲着，鸟仔会飞的原因是啥？气候嘛，对无？为了气候，哦，对气候较好。敢有？恁敢有因为安尼飞？加减有啦吼。啊，这是咱有选择哦，所以咱会当安尼飞哦。啊，有诶为着食米，哦，有诶人是伫台湾，还是伫地，伊还佫有工作，佫有事业，所以伊爱飞，伊爱当去处理，至少嘛爱当去报税。哦，这就是咱所现在的。啊，有诶为着繁殖，我想咱毋是为着繁殖，但是真侪人为着囡仔的教育来到伫遮，所以为着囡仔，为着后一代，咱嘛伫遐咧飞。啊，但是佫有一种人是为着本能，迄啥物意思？伊就袂定着啦，一定爱找所在去，找刺激的，找新的所在，一直伫伊人生的路站顶悬。一直在冒险，一直在探险。我想，咱人有可能亲像即个加拿大雁，亲像一个候鸟共款，有无共款的理由，伫遐咧飞，伫遐咧走。有可能咱是为着要找一个更较好的环境，咱想要超找咱人生路站中间的加兰地，咱想要逃出埃及，行入旷野，然后超找加兰地。有可能有个人出来是为着工作，为着机会；有可能有个人是要找着更较好、更较水的未来，拢有可能。每一种拢会当接受。但是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伫第7节，伊伫遐咧甲咱讲：我要走去地闪避你的面，我要倒去地闪避你的面。无论你是一个甚物款的候鸟，还是你是一种留鸟。就是你是一个飘鸟、过境鸟、冬候鸟、夏候鸟，拢会使，拢共款。但是只有一点无变，咱去到地，上帝伊的灵就去到伫地。所以诗人伫遮伫第8节讲：我若上到天顶，你伫遐；我若倒伫阴间，上帝啊，你也伫遐。我要去地会当闪避你的面，我要走去到地，才会当倒出你的手。讲出即句，倒出上帝的手，听起来是亲像真负面，但是事实上，伫即个度假内底所讲的是一个好的意思，就是讲，无论我诚做对一款的鸟仔飞去到地，我所行的拢有主你的手，甲我引带甲带行。但是当咱伫遮咧飞，无法度闪避上帝的面，甚至无法度无面对咱家己的时，咱掠准咱咧超找一个完美的迦南水地，但是事实上毋是。咱所要超找的是啥物？咱所真正需要超找的是找到一个愿意委身的所在。若是对人做工课来讲，你的工作伫地，收入伫地，你报税就是伫地。有可能你的国籍、你的身份就是伫地。但是对一个基督徒，伊咧超找，咱咧找一个好佮水的所在，咱咧找一间好佮水的教会时，有时啊，毋是要找一间教会到底有偌水偌完美，建筑物到底有偌荣耀，
内底的诗班到底唱了有偌有水准？我想这拢毋是重点。真正人伫信仰内底爱找，是找到一个你愿意委身的所在，然后去面对你的上帝。你怎样伫迄个中间去找到你的价值？怎样伫迄个中间找到上帝所创造你的目的？第9节、第10节，伊安尼写：我若踢开清早的室，飞到海的尽头，就是伫迄个所在，你的手也要引带我。你的正手也要扶持我。今仔日人上界无法度去闪避的，毋是即个世界。咱会当去讲对一个所在有战争啥较远的，咱嘛会当讲对一个所在经济咧帮走较紧的。咱会当讲伫即个世界中间有对一个所在伊国家制度较好，赶紧来；对一个所在接受移民，赶紧来。咱会当用真济无共款的理由去敲找无共款的所在，为着要敲找咱心内迄个家人地。但是只有一项物件、两项物件，你无法度无面对。一个是人无法度无面对上帝，第二个是人无法度无面对你家己。无论当初时你买的理由是啥物，有可能咱咧埋怨。有可能咱咧感觉讲，迄个所在机会较好，我住遮袂合，所以我换一个所在住。但是你无论敲找到什么款的程度，走到什么款的所在，有一日当你爱停落来时，你就是爱面对上帝创造你的目的甲价值，你就是爱去面对你家己本身，你的个性、你的想法、你的意向。你所欢喜，甲你无欢喜的，咱拢无法度相拼。亲爱的兄弟，要走去对啊，啊无搁北继续来走，北极近仔日，看上帝敢会当无伫迄个所在，看咱家己内心的声，敢会当无对咱去到遐，咱无法度相拼。这是顶礼拜日的谭维义，甲伊的太太。谭维义伊的英文是 Frank D. Dennis， 啊，伊的太太莎莉，90岁。但是看到因两个人，当然因住伫迄个 Carol 的厝，等下 Carol 的相片。然后迄个是一个养老院，阮迄阵一群人去到遐，敢若为着一个停车的机器。车停好，啊要机器爱落钱付停车费。阮敢若为着迄个机器，伫遐舞20几分钟，舞袂好势。我毋知影问题出伫佗，到底是机器有问题，还是人有问题？啊，别人用着无问题，阮用拢有问题。但是伫迄个中间，当我咧等的时，阮听到迄个养老院内底咧唱圣诗。然后当阮开始入去到内底时，看到内底的人，我相信，你应该嘛相信啦，内底的人拢比我较侪岁啦吼。养老院内底的人应该拢比我较侪岁啦吼，对啦吼。啊，逐个人拢摕walker伫遐咧行，但是趣味的是，当逐个摕walker伫遐咧行的时，因阁会比赛呢，因阁会比赛呢。当阮一群人徛伫遐挡伫电梯的头前的时，因阁甲阮讲啥？毋免急，我无要用走的。我伫迄个内底看到，应该是真年老的人，他会遮有精神。即个谭医师、谭宣教师，互我所看到的就是，伊真正无像一个90岁，因为伊足够用。手机啊，伊手机啊足够用，佮毋免挂目镜。然后手机啊摕起来翕相翕起来，我佮用 iPhone 6尔，旧机啊，伊用 iPhone 8。啊，真阮伫遐，逐个咧翕相轮流，安尼翕相翕了啊，伊全伫遐咧讲，啊紧诶，迄个相片传的，用 AirDrop 传的，哈 ，AirDrop。哇！你比我较好用手机啊呢！我差一点仔就去互考倒去。我的岁数是
伊个年纪的一半拄啊好，手机仔摕起来，亲像一个少年人。然后伫迄个中间听伊咧讲话，咱教会客路咧甲问讲，你敢会当分享你伫台湾有拄着啥？所以就是谈多囡仔伫遐咧讲。其实伊伫台湾，打去台湾的时，因为着真济台湾的小儿麻痹的囡仔伫开刀，一工开200个，一直摆透早伊就来啊。然后伫迄个中间，最后伊感觉设备无够，所以伊才阁转来到伫美国，募款8万美金第一条，8万美金，伊阁转去到台东去创立台东基督教会。甲伊做伙的迄个护士 Carol， 就是阮去因兜甲拜访的迄个，伊伫台东拢总住37年。请问咱在座什么人伫台湾住无够37年的，请举手。得出来嘛，对无？迄个护士伫台湾住37年，然后因滚来的人伫遐。因的北京语、因的中文讲了有够好，我阁想讲要请伊甲阮做囝。亲爱兄弟，咱真咧讲什么款的人？咱咧讲一个美国人，咱咧讲一个滚来的美国人对因家己的所在去到伫台湾，即个 Dennis， 伊是伫美国已经真做主治医师了后，伊才离开。去到伫台湾，然后伊伫迄个中间，咱会当想象，他们拄仔讲到的是1960几年，1969年的台湾什么型？我想咱在座大部分拢真清楚，我是无清楚，因为我还未出世。伊就已经去到伫台湾，为着咱所无愿意、所无爱做。台湾后山台东的所在，为着遐个病人、欠缺的人、小儿麻痹的人，伫遐要行医医疗。咱真讲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？这是留鸟还是候鸟？伊对美国飞到台湾一大了，比咱伫台湾所大的年纪还阁较济，然后伫迄个中间服务遮济。我想伫迄个中间，我开始学着一项。今仔日无论咱是留鸟还是候鸟，无论咱人要安怎飞，我伫伊的身上看见伊安怎面对伊的上帝。伊毋是看环境，伊拢无讲起迄阵的台湾是啥物型，但是伊甲我讲，上帝爱伊去到伫台湾所做的是啥物。伊伫迄个中间来讲起上帝安怎备办，上帝安怎计划，上帝安怎带领，然后互伊伫遐会当做出一工。即个人真谦卑，伊真少评判家己。但是假使你若有伫咱一寡网站顶玩，还是咱的教会有一寡赖的群组内底，有一个谭维义演绎50分钟，检采咱若有迄个赖，你会当开一个时间去看卖。到底即个人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？伊后来伊的故事，放伫国小4年翰林出版社的版本，因为进台湾的教科书已经有南一版、翰林版几啊种的版本，看学校要经对一版，所以伊毋是所有进台湾的教科书没有统一，它有好几个不一样的。伊是伫翰林出版社国小4年级的教科书内底，伊的态度是永远的谭爸爸。伫即内底有讲到一寡伊的故事。我想伫即个中间，重新互人来看，到底一个人去到什么款的所在，叫做伊的所在？到底一个人爱做到什么程度，较叫做伊是遐个人？我想咱毋拢伫即个中间咧学习，毋知影咱敢看会清楚？这是迄天的迄个相片用迄个 Roman 安尼甲扫过这竟然是，这拢是遮个老大人用的，我较学起来，我记得袂晓。
比我更较搞懂手机啊，伊比我更较对着时代，伊比我更较清楚即个世界有啥物款的转变，伊比我更较清楚伊今仔日徛倒落，伊比我更较清楚上帝伫伊生命中间的使命是啥物货，所以伊伫迄个中间，迄个50分钟的迄个影片内底，应该嘛有讲到即段，他有一把钥匙，即个钥匙，有看到钥匙无？毋是蛋糕啊，钥匙啊，毋是看到蛋糕尔，看到钥匙。这一把钥匙就是这把钥匙有什么不一样？这支锁匙有啥物无共？无共对无？伊拢总是平，伊拢总是平。伊讲，上帝互咱每一个环境甲困难，就亲像伫一支锁匙顶悬拍一个孔。所以你若是一支会当开门开锁的锁匙，你的人生爱有真侪孔，然后你才开会开迄个门。上帝若要用你，上帝若要用我，上帝若要用即个谭医师，伊用无共款的环境，然后互伊一支锁匙，成做一个与众不同，甚至是唯一的钥匙，为着要开某一个特别的门。即支锁匙，伊真正是随时扎伫身躯边的。我后来去看遐影片，我才知影，伊毋是讲的尔。当伊甲阮做伙的时，真正伫迄个所在摕出迄支锁匙，迄支锁匙甲伊做伙。然后伊伫19，我袂记几年退休，退休了伊转四过去港岛做见证。伊去学校，台湾去学校，嘛有伫美国。无想到讲，伊去做见证去讲话，伊所讲的语言是啥物？中文来讲，伊用中文讲道，中文做见证，中文来讲上帝的听。咱今仔日所捌的到底是一个啥物款的人？伊到底是留鸟还是候鸟？咱今仔日伫即个中间，咱伊个是留鸟还是候鸟？有真侪人，一世人大部分拢在埋怨，埋怨家己的出世，埋怨家己的个性，埋怨家己的所做，埋怨家己所徛在，含国籍嘛会当埋怨。有的人亲像候鸟，伫台湾、加拿大中间咧飞，总是伫加拿大的时，心在挂念台湾；伫台湾的时，心搁咧烦恼加拿大。亲爱的兄弟，当咱用即种情形在飞的时，咱无法度找到一个，互咱真正会当满意、欢喜、得到平安的所在。咱只不过是伫咱的心内，一直一段搁过一段，在敲找咱人生的艰难地，但是咱一世人拢找袂到。一直到你会当选择你所爱，爱你所选择的，一直到你会当徛在伫现在，把握现在，珍惜现在，然后感谢现在，咱才有法度真正去找到咱所喜欢的教会，咱所欢喜的朋友，以及所咱徛在的所在。无论伊是冬天落雪，还是热天真热。无论伊是甚物款的人，我介意无介意，重要的是你有爱你所有的路。一个是溪路，一个嘛是溪路，两个拢是溪路。我想倒边即个溪路毋免我介绍，咱中间有太侪人比我搁较熟悉，知影伊所做的。知影伊所爱的，知影伊所讲的。若是另外一边，即个溪路，听到伊讲，即个就是伫台湾住37年，咱中间嘛有人是台东出世的，
无一定比即个溪路搁较熟台东。讲到对一条路，伊有够熟。假使若毋是看伊即个外表，然后敲电话互伊的时，我毋知影伊会晓讲中文讲遮好，早知影我当然讲英语啦。也无咧外好，搁伫遐甲伊一直讲。我毋知影伊的中文讲了遮好，无迄个外国人的腔啊。我想伊爱台湾，绝对无比咱较少。伊徛伫地，伊会听到伫遐；伊徛伫地，伊感谢会伫遐。本来想要邀请伊今仔日来到伫咱的中间，讲谭医师无来，啊无即个客路会当来。但是后来伊甲我写 email， 咱本来是要有人去甲载，但是伊后来伊讲伊实在是无方便，有可能一摆离开遮济时间，伊需要有人来斗相共。啊，咱对伊来讲，咱可能是外人，无亲像家己的亲人，所以无法度遮尔方便。但是我咧想，假使咱若有机会要往东边阿伯斯伯迄边过，来甲看一个正港的台东人，上帝伊对咱的意义是啥物？是安怎？咱伫人生中间需要倚靠上帝，因为12节圣经12安尼讲，黑暗对你来讲无过是黑暗，黑暗要亲像日头发光，黑暗甲光明对你来看，拢是共款。伊咧讲啥物？伊咧讲上帝对人的保守，上帝对人的引带。袂因为伊是日光或是暗暝就有所改变，反正伫迄个中间，伊清楚咱的需要，伊知影咱的每一项，伊会当对咱的引带甲带领超过咱所有。一个候鸟伫伊迁徙的过程，伫伊候鸟的一生内底上界危险的，就是迁徙的过程。因为在飞的时，你若是飞过中国，飞过台湾。10只过，大概剩3只。若肥的食去啊，若水的掠去啊，啊若好的，大概拢无半项。我想伫迄个迁徙的过程是真危险的。但是亲爱的兄弟，不管你是对一种的候鸟，请咱会记即一项。13节、14节，伊伫遐咧讲。我的种，我的脏啊，我的种是你所创造。我伫腹肚的中间，你已经编辑我。咱所行所讲的每一项，伊拢了解。伊知影咱心内渴慕的是啥物，伊知影咱想要超找的是啥物。但是只有独咱着爱提醒咱一项，无论咱飞去到底，有偌尔大的成就。你拢无法度无面对你的上帝，伊创造你的目的甲价值。你拢无法度无面对你家己，因为只有你才上界了解你家己。愿咱拢亲像一个锁匙，无牙的锁匙，互上帝通过所有一切的环境磨练咱、雕刻咱。对即个锁匙顶悬拍空、拍架，然后咱会当去找到迄个目的。即支上帝所拍好的锁匙，到底是要开对一个门？你，上帝创造你，创造我，一定有一个目的甲价值。重点是，咱敢有找到迄个？咱所着爱去开的迄个门，迄个锁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赏赐阮在座真侪人有真好的机会，对台湾来到伫加拿大，甚至全世界走透透。无论当初时的动机是啥物。无论现在的目的是啥物，
或是住伫遮的需要是啥物，阮拢知。你对阮的引带，袂因为日头日暗就消失无去。阮无法度倒离开你的面，就算阮飞到，就算阮天开清早的色，飞到海的尽头，你犹原伫遐。阮无法度闪避恁创造阮即个人伫世间的目的甲价值。无论阮心肝里底无爱，阮还阁是爱面对上帝哩，阮还阁是爱面对阮的主啊！求你伫即个中间，赏赐阮教育的开朗，互阮去听阮现在所有的，互阮通伫阮人生所行的路站，无论行到对一个坎站，阮就是欢喜感谢，无落无煞。阮就是用阮头前有的，无论是互阮流目屎的，互阮痛疼的，互阮无爽快的，主啊！阮拢要因为这是你所予阮的，阮要摆咧阮的祈祷甲困境。主啊，求你更加帮助阮，互阮找到阮每一个人伫你所创造的目的甲价值的下面，通找到阮所需要开的迄道门，迄个锁。阮相信你绝对有创造阮特别的旨意。愿阮伫即个中间。阮就遵趁你的旨意来行，愿阮拢伫即个中间，成做你所需要的器皿。阮感谢你，互阮伫过去真丧乡、真艰苦的台湾，有谭维义医师，成做你所找遣的宣教师来到伫阮台湾的所在。阮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有福气，虽然谭医师无法度伫阮的中间。总是阮搁一摆听见伊的故事，伫阮故乡台湾台东所发生的点点滴滴。主，阮就为着这所有一切，阮献上感谢。主啊，你听阮台湾赢过阮的伤伤。虽然阮台湾到今犹原有苦难，选举顶悬的苦难，政治顶悬的苦难。火车走出去的苦难，就是甲人中间无法度合一和好的苦难。青少年伫台湾迄块土地，无法度找到因心目中所理想的工作，建立因所爱的家庭，也是行因所欢喜的人生道路的苦难。主求你，互阮有即款的权柄甲开力。继续为着阮台湾的乡土来祈祷甲恳求，主求你，互阮伫即阵人伫遮三甲组织来效念你对阮的疼爱时，阮也犹原会记起，阮还阁有阮的乡土台湾，还阁伫苦难中间，愿你继续引带甲扶持。主求你，互阮无忘记起阮家己的身份，阮亲像有一个候鸟共款，伫阮徛起以及阮所听的所在。飞来飞去，主总是互阮伫飞中间，犹原有你的引带带领，保守阮所徛起的每一地的路途。无论是加拿大，无论是台湾，愿你坚固伊，愿为你献上阮的恳求，也求你特别祝福伊谭医师甲伊的太太，以及 Carol， 还佫另外一个护士伫花莲服务的。苏神，求你恩待因甲因的家庭，愿你的恩典满满荣耀伫阮的面前，显现伫世间人的面前。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